好，今日同大家參觀一個示範單位，係位於奧運站附近嘅影居 PhotoPlus。項目係由建浩地產同埋市建局聯手打造，總共係會有一座嘅單位，提供122伙。項目嘅所有單位都係兩房戶，另外有特色單位，基座會有3層嘅商場，商用同埋住宅用嘅入口係分開咗，提高翻住客嘅私隱同埋保安。而家呢一度呢，就係住戶嘅入口啦。雖然會所嘅空間唔大，但係基本嘅設施都齊全，有 gym room、重訓區、BBQ 場同埋兒童嘅空間。咁今次發展商呢，淨係整咗一個示範單位，呈現翻18樓嘅 A 室係一個兩房戶，實用面積為347尺。呢個示範單位會有裝修同埋家私。而所有分層嘅單位呢，都係3.5米樓底高，可以向上發展。大家都可以參考下裝修設計同埋擺位。一打開大門會嚟到玄關位，而旁邊會有雪櫃同埋微波爐。最上呢，就係電嘅總掣啦。然後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客飯廳係一個長條形嘅設計。發展商喺門嘅旁邊呢，做咗個薄身嘅鞋櫃，而開放式廚房呢，係一個橫條設計，而櫥櫃裏面呢，亦都配備咗垃圾桶，上面亦都有儲物空間。然後去返客廳，發展商喺度放咗個大嘅2人梳化，露台係3合1嘅設計。形狀方面呢，有特別諗過，咁就唔會黐住隔離屋嘅露台，可以手握手啦。而牆身都配備咗個晾衫架，圍欄嘅高度都好高，好有安全感。然後我哋去到走廊位，走廊嘅左手邊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正正方方。然後去到第2間睡房。因為呢度樓底高，所以做咗個上下層嘅設計，亦都可以用作書房。同埋呢度呢係用咗個角窗嘅設計嘅。最後睇埋浴室，浴室採用咗企缸，同埋係一個名廁。最後發展商都展示咗2個模型，一個就係 B 室嘅345尺，同埋 C 室嘅338尺。唔知大家對影居 PhotoPlus 有咩諗法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多謝收睇。